有能源科技公司呢，要伫彰化丰原乡的这渔湾来设供电棒，拜三是有伫地方来办说明会。环保团体是指出讲，这间公司按算开发的地点，其实就伫咧在地渔民这养殖的区域，而且因所申请的是高压的供电厂，附近将有可能会受到危害，无希望看到彰化丰原真做是第二个供电灾区。 彰化丰原有侪饲蚵仔、蛤蟆的养殖业者，有能源科技公司按算要来开发40公顷的渔电用省，拜三伫地方举办说明会。但是进前风台来损断南部的供电网，搁有地下水污染等等的疑虑，地方民众拢真烦恼供电网一来对环境会造成影响。目前阮是感觉讲无介理想啦，因为台南有发生这件代志吼，规个拢会惊啦。 我们顾虑的就是说，一地两用也许是 OK 的，但是万一水质跟环境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台湾的海港水入来，旁边有那个万大白、有林溪，整个水下去的话，对咱这养殖区是不是有产生问题？ 能源公司表示，这几年来因为气候、无地下水等等的问题，影响地方养殖业的收成。因即届要开发40公顷的室内渔电共生，会当较稳定生产，嘛要靠少年辈转来地方发展。供电棒的设置拢会经过结构的计算，民众烦恼的环境污染问题嘛，拢会照规定处理。那我们太阳板其实它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啦，因为这是南部，他们是水面型的哈，要强调他们建制温室的养殖场，因为需要结构计算，特别风台起来、强风起来，以太阳板黑白白。不过，环团指出，彰化沿海乡镇这几年有侪能源公司来开发，有的为时间开始就出现违规的行为，对土地拢有真大影响。能源公司表示，目前也伫咧办说明会阶段，9月11日有第2场的说明会，会一直办到地方有共识，才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